伫咧中华有一名小姐，今仔日出面指控，讲伊读高中的时阵，伊的数学老师会趁去到因兜补习这段期间，甲伊乱摸乱说，甚至这款的行为伫2017年的时阵，这个老师因为安尼生去食免钱饭。不过最近又在传出讲，这个老师私底下有继续甲补习，也烦恼讲这个学生囡仔会去互伊乱来，才出面去到警察局提告。受害女子Y小姐出面指控，18年前，伊读高中2年，遭到高中数学老师利用课后家教机会加以侵犯。学生的课业压力大，所以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。只能说就是小时候真的不太懂事，因为他已经是被界定成狼师，那我觉得他不应该再开班授课。Y小姐表示，迄当时伊读中华科学一间高中，下课了后，就到四地数学老师的厝来补习。刷几下班受到老师以勒令也是矫正姿势、借口去吸伊身体，甚至做出侵犯行为，时间长7年。那伫学校期间，这位老师也同时对另外3位女同学私了，初步了解受害者至少10人。应该是陆续的，是在他们过去求学的期间，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这个私人家教的家里，然后才发生这些事情的。科学电流表示，四地老师2017年就捌因为性骚扰学生妨碍、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，快予教育处永久改评。今麦佫传出，这位老师私接家教受害者决定向镇公所找帮助，佮到警察局提告。反复表示，这位老师已经无教学的资格，会以违反补教法查处。我们稽查他是属于未立案的话，或者是有违反补教法相关的规定，应该是会请他立即停招，进行彻查，是否还有其他不适任教师藏匿在补习班当中。林本表示，管府应该对历届学生启动扩大全面性的调查之外，也要确实对补习班甲家教班启动稽查，避免成做无责任教师的藏匿空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